阿高拎下體現形，文風批風雨真姻緣。何方妖孽？蘇師傅在此捉車捉鬼，速速現形。仲要朱雀臨門添，當心聲名着起啊！尋日咧5粒星就齊幫住阿蘇師傅，高拎奇招壓倒，妙極啊！但我就覺得師傅好旺我咯，我想要依家想要事業先。哇！乜咁貪心嘅喂，咁都仲未夠啊！我想要事業，我首先首主題事業。哦，事業先，我唔係個個都咁噶，勇敢嘅峰峰咧首選着 BB。咁佢就屬羊，2012、2013咧，佢係重姻緣運。其實呢個感情係真嘅，又唔係假嘅，夾得到咧，起碼自己覺得開心先啦。阿蘇師傅仲話咧，女嘅欠父親緣，會中意啲大年紀啲嘅男仔噶。恭喜發財啊！各位蘋果日報嘅讀者大家好啊！我喺呢度祝大家身體健康，事事如意，最緊要就係蛇年行大運，恭喜恭喜！